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达仁萨拉向各方僧尼授戒；司政边巴斯人主持召开多场理事会议；法国议员就藏语被系统性抹除问题发出警示；受威胁民族协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1届会议期间举行跨国镇压问题辩会；日本支持土伯特团体在东京举行年度会议；驻日内瓦代表车列曲吉访问意大利；驻澳洲办事处在悉尼大学举办汉藏青年交流活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发起为土伯特自由二信的徒步活动；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2月27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寝宫，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僧尼授予了沙弥和比丘戒。在为期4天的授戒仪式上，达赖喇嘛尊者为来自8个国家的128名沙弥和尼师授戒，并为95名僧尼授予比丘戒。本周四3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再次为来自上下密院的54名僧人授予了比丘戒。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3月4号上午在达仁萨拉的寝宫接见了来自世界各地和蒙古等国的500多名僧俗信众和访客。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主持召开了多场理事会议，审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重要财务与行政事务。上周三2月25号，司政主持召开了藏人行政中央福利协会第41次理事会议。会议期间，理事会通过了财务报告，批准了2025至2026财年的修订预算，以及福利协会总部与福利协会燃期机构的年度预算提案。当天，司政还出席了达赖喇嘛慈善系统基金第122次受托人会议。本周一，司政边巴次仁还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主持召开了达赖喇嘛宗教与文化协会第98次董事会会议。与此同时，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查尔斯·德库尔松于近日就中国政府系统性削弱土伯特语言和文化的问题，向法国欧洲与外交事务部长提出书面质询，表达严重关切。在库尔松议员提交的书面质询中，重点涉及一项中国政府预计于2026年实施的政策，该政策将取消藏语在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的核心科目地位。他指出，此项行政措施是中国长期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最新阶段，若持续实施，土伯特语言恐将在一代人之内被严重边缘化，甚至面临消失的风险。对此，法国欧洲与外交事务部长让·诺埃尔·巴洛回应表示，法国对此深表关切，特别是针对藏人儿童寄宿学校的存在。他指出，这类政策威胁到土伯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传承，并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相关权利。另外，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1届会议期间，受威胁民族协会于本周二3月3号举办了一场以跨国镇压为主题的重要辩会，聚焦各国政府实施的跨国打压行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车列曲吉作为演讲嘉宾之一，重点指出人权捍卫者持续面临的挑战。他表示，尽管存在国际机制，但对活动人士的保护仍然不足。他以土伯特的经验为例说明，跨国镇压往往针对仍留在土伯特境内的流亡藏人的家属。他还援引相关报道，指出中国当局要求境内藏人汇报其在海外亲属的情况，从而对居住在民主国家的藏人进行监控以威胁。他还指出，在联合国相关活动期间，藏人和维吾尔人权倡议人士往往面临额外的审查和安检，
他认为这也是跨国镇压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认知，并采取协调行动，确保人权捍卫者的安全。此次活动共有来自12个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团以及多个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参加，共计40余人出席。此外，由日本拯救土伯特网络主办的支持土伯特团体年度会议于上月末以线上方式举行，多名成员以线下或线上方式共同参与。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秘书长山田宏议员赞扬成员们在筹办第9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土伯特大会中的合作与努力。他还祝贺达赖喇嘛尊者荣获格莱美奖，并表示这一荣誉将有助于在全球传播尊者关于和平与慈悲的信息。与会代表还讨论了通过支持土伯特的决议，并谴责中国政府干涉达赖喇嘛尊者转世事务。会议一致通过了对中国政府的3点要求，以及对日本国会与政府的3点呼吁。藏日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瞿英以驻日本代表阿瑞亚博士分别致辞，感谢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长期以来的支持，并感谢他们为第9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土伯特大会在东京成功举办所做出的贡献。另外，驻日本代表阿瑞亚博士还于近日参加了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与日本维吾尔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以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现实为主题的研讨会。代表阿瑞亚博士在研讨会上发言时，呼吁日本议员与各方代表将土伯特、维吾尔与南蒙古的局势视为尚未解决的国际问题，并指出中国在其国内及国界之外日益加强的压制。与此同时，藏日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于上周五2月27号访问了意大利，并会见了里米尼省长贾米尔·萨德格尔瓦德、副市长兼学者基亚拉·贝里尼以及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议员爱丽丝·帕尔马等高级官员。在意大利土伯特友好协会主席克劳迪奥·卡尔代里及埃利奥·马里尼的陪同下，代表赤列去吉访问了里米尼市政厅，并向当地官员介绍了当前土伯特境内的局势，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在全球推动的和平倡议，同时回顾了尊者曾访问该市的历史。贾米尔·萨德格尔瓦德省长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伟大事业的钦佩，并表示愿意在未来开展合作倡议。另外，藏日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于上周六2月28号在悉尼大学举办了一场藏汉青年交流活动，以期促进藏汉青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藏日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在活动上强调了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下延续汉藏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到流亡藏人与中国民主人士之间长期开展的对话。活动共有20余名藏汉青年参加，其中包括悉尼周末藏语学校的学生、悉尼大学华人毕业生以及悉尼汉藏友好协会和中国民主联盟的成员。此外，瑞士与内芝登士敦藏人社区于本周四3月4号从瑞士联邦议会大厦所在地伯尔尼发起了一场为期1周的为土伯特自由而行的徒步活动。该活动最终将前往位于苏黎世的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前，行程将持续至3月10号。约15名参与者加入了此次和平徒步活动，其中年龄最大的约75岁，最年轻的约35岁，象征着不同时代的藏人对共同事业的坚定承诺与团结。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在活动上发言时，感谢为和平徒步活动揭幕的瑞士国会议员。他指出，当前超过100万名藏人儿童被迫进入寄宿制学校体系。根据联合国相关报告，仅在2024年就有约65万藏人受到强迫劳动项目的影响。瑞士议员卡塔琳娜也发言表达了对活动的支持，并传达瑞士议会支持土伯特小组的声援，同时提供了一封将在3月10号土伯特自由抗暴日67周年纪念日当天宣读的支持信。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作为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九世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位于欧洲和印度多地的藏人社区举办了一系列教育与文化活动，以此赞颂达赖喇嘛尊者一生为世界和平与藏人福祉做出的非凡贡献。在比利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安特卫普的周末藏语学校共同举办了一场为期1天的图片展，展示了达赖喇嘛尊者一生的非凡成就。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欧盟联络官丹增平措在活动上致辞时，强调向年轻一代藏人讲述尊者生平与贡献的重要性。现场还展出了约500本与尊者相关的书籍。在比利时南部，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巴斯托涅市政府共同举办了一场为期1周的展览，主题为为和平的一生，达赖喇嘛尊者90年的智慧与慈悲。地点是于巴斯托列市政厅，该展览将持续至3月10号。在拉达克，索囊林藏人定居点九世华诞组委会在羌塘公共卫生中心政府医院举办了一场感恩活动，向该院医护人员的服务表达感谢。首席代表扎西顿珠在活动中强调了慈悲年以及达赖喇嘛尊者4大人生使命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下属的土伯特博物馆与印度国阿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为期1周的展览，主题为无限年仪90年的慈悲。而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当地藏人定居点办公室在藏历正月15当天，与达仁萨拉近郊的奶牛场附近开展慈悲行动，为当地的奶牛提供了高营养的饲料。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